人人都可以發達，只要你有50年。個問題就係、在座有幾多人仲可以擺多50年？喂，我哋在座有好多年輕人啊，我唔係黑心。問題而家好多年輕人嘅諗法係40歲好鬼老㗎咯，40歲又安樂死啊！即係我呢啲係好唔安樂啊！啱咩？你答你30年，你唔使做㗎啦。咁樣即係表示乜嘢啊？各位？咁即係表示我哋教育制度係幾咁失敗。點解你唔喺我幼稚園嘅時候同我講？你幼稚園教我你答你，大部分人而家都唔使做啦，係咪？你幼稚園學咗乜嘢啊？我唔知你哋，我淨係記得我幼稚園淨係學咗我是一個大蘋果，又香又甜又好吃。呢個咩嚟啊？蟲蟲咯，蘋果裡面條蟲蟲咯。我讀幼稚園嘅時候，我就係相信我係一隻蘋果，所以我成個幼稚園我都着好多衫，我驚我啲肉突出嚟係會生鏽啊。OK， 你幼稚園你唔教我，小學你可以教我咯。小學你學咗乜鬼嘢？我乜都唔記得，我淨係記得我小學學咗用3支筆嚟到罰抄。我真係認為我係應該攞諾貝爾獎嘅。我可以用1個鐘頭抄10000句，我不應該用2支筆罰抄。OK， 小學唔講，中學可以講話。中學你可以教我發達嘅 formula 啊，我哋有教數係咪？發達嘅 formula 就係 cosine square theta 加 sin square theta。呢啲乜鬼 theta 係乜嘢嘢嚟㗎？我到而家都唔知佢哋係乜嘢嘢嚟嘅。係咪黑社會暗語啫？靚仔，邊度啊？ cosine theta 16度。油尖旺我最憤怒 ，cosine cosine 揾食靠把西瓜刀。當然我哋知道各位揾食唔係靠把西瓜刀，但係你諗清楚，揾食都唔係靠讀書啦。揾食係應該靠乜嘢？唔讀書，而將啲學費攞去利達利。你試想下，當你係幼稚園嘅時候，唔讀幼稚園，攞啲學費去搭到落小學，小學都唔鬼讀，攞埋啲學費繼續搭。哦，狼啲搭埋上中學，狼啲搭埋上大學，咁你啱啱大學畢業，我就啱啱退休啦。